我们来看美国的动画，过去一个月，民众看到天顶有真侪无人机，甚至嘛捌造成机场临时关起来。国会议员甲美国的总统当选人川普，就呼吁拜登政府应该爱赶紧来提出解释。伊嘛质疑讲，敢是美国的空气安全出现空棚。针对美国动画最近一个月出现几多遍有人看到大型无人机的事件，造成真侪民众的惊吓，引起国安的疑虑。纽泽西州的共和党议员就公开呼吁，爱把这款无人机拍落来。Bring them down over the ocean, over an area where there's no population. Bring them down and find out who's doing it. 美国现任总统川普也伫伊的社群媒体强调，美国政府所掌握的肯定是比大众公开还更加多，除非是讲出真相，那无就应该把这款无人机拍落来。川普内定的国安顾问瓦尔兹也批评拜登政府淡化无人机事件。让人看出美国空气安全出现大漏坑。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是再一遍保证讲，目前这款无人机对国安无造成威胁，也甲境外势力无关系。Any foreign involvement or criminal activity, we will communicate with the American public accordingly. Right now, we are not aware of any. 美国东方的无人机事件，上早是伫今年11月就出现，一开始只是伫咧纽泽西州。尾仔就伫纽约州、康乃狄克、马里兰加宾州这块地区，拢有上百遍的目击事件。有一寡所在差不多逐工拢有人看到。有一寡一个瓦近敏感的军事设施，一个川普伫咧纽泽西州的高尔夫球场，更加造成纽约史都华国际机场短暂关闭。这款无人机直径差不多是1公尺8，有一寡是个长度是到2公尺4。有一寡甚至是无声音，而且无亲像传统的无人机会散发热能，差不多拢无法度追踪，有的甚至会甲电梯关起来，闪避无线电波的侦测。You can see they're very large. They're not the size of a commercial airliner, but they're the size of a vehicle. Because if they get lower, they would get substantially bigger. And I can see that. I could tell. It's not a hobbyist. 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、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、国防部抑个国土安全部都已经开始进行调查。白宫进前强调，有真侪目击事件拢是一般的飞机。FBI 官员私底下也讲，有即款是民众反应过度，但是由议员强调，即款无人机有可能是来自俄国、中国、伊朗甚至是北韩。但是美国国防部已经澄清讲，即款拢毋是军事用途的无人机。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辑。